咁咧呢度咧，我有4個方向啦，俾大家考量一下啦，即係嚟緊一啲準備嘅功夫。嗱，首先咧，我會建議大家咧先睇清楚個形勢，睇清楚咩形勢咧？就係其實一啲升學嘅數據。睇翻咧呢啲數據咧點樣可以幫到你咧喺選科嘅時候咧做一個準備。咁都可能要從自己嗰個預算將來嘅成績咧做一啲準備，揀一啲自己啱自己能力嘅學科。其實咧，同學揀科咧，除咗要諗出路啊，可能諗即係將來可以做啲咩之外咧，最緊要咧都係自己嘅興趣。因為咧，如果你有興趣讀咧，你讀得上心咧，個科先讀得好，咁將來一直都成就到你將來要行嘅前路。亦都會咧建議大家咧去揾啲過來人傾下，邊啲係過來人咧？就係啲師兄師姐啦，又或者曾經讀過相關科目嘅同學，咁睇下咧，其實了解下啊，其實喺校園生活係點？讀呢科嘅時候咧，有啲咩要注意？又或者啲前景係點呢？咁呢啲都好重要嘅。呢個咧係我哋 VTC 嘅升學階梯。咁呢個咧個好重要嘅表嚟嘅。點解我話呢幅圖好重要呢？其實呢個圖咧俾咗一個信息大家。其實無論你 DSE 成績係點呢，假設你真係以一個學士學位為你最終嘅目標嘅話呢，其實呢，無論你咩成績都可以一步一步咧咁銜接上去呢，直至到你攞到個學士學位嘅。